快乐的生活哈。啊，我们的派哥也是切割到的一个，接下来带来欢乐的歌。太快了。这首歌啊，写给我们都地拥有没有阶级叫嘎布，就是阶级啊，要用来防卫我们部落的所有的安全机制。以前只要有外族来砍人头的时候，我们要站在第一个前线来保护。我们不是被杀就是杀他们，杀来杀去我们变成好朋友。没有了，就是我的人头借你去你家玩嘛。好吧，下次我再还我的人头给你玩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就是以前就是阿美族的勇士，就是要在瞭望台上面要派一个视力最好的人在瞭望台，然后我们那个叫做明年能耐，明年能耐在阿美族里面就是说要负责看的、眺望的，然后就是在那个瞭望台上面去看哪一个族群要来入侵，他要第一个回报，他就会这样，呜，就会开始大叫这样。可能你还在洗衣服就听到了开始放翻刀，哎呦天哪，塞德克巴莱之类的。然后以前就是这样，然后可是啊，到了现在我们的嘎布达，我们阿美族最引以为傲的传统技术就是别族没有的，就是潜水去拿海鲜啊什么。可是我们这个阶级只有3个人会拿，我在里面啊，另外2个是马路英雄跟排水沟英雄，我们3个人，其他人都是只有在旁边看，然后我们丰年祭是觉得还蛮感叹的这样。可是啊，希望用另外一种气氛，能够希望说，我们的嘎布达要加油啊！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不要忘记，哪一天等到我们真的忘记自己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忘记了自己的那个传统。这样我在讲什么？不要忘记你自己的与生俱来的能力，因为那个是你本来就在身上里面的，那是潜藏的基因，就是与生俱来。对啊，奇怪，我今天在上课嘛。翻开第3页，约翰走路。16篇12章。哎，让我们耶稣说：“让我们一起喝吧。”不好意思，阿叔。好了，明天一起上教会了。哎，晚上8点哦，独立哦。这个潜水在阿美族的话叫米兹lâm，潜下去。米桑卫是游泳。米桑卫，你们会不会 ？OK， 没关系啊。反正下次再来独立的时候再教你们。然后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背带弄松一点？我觉得我胸肌蛮紧实的。非常轻松了啊！钱给他们偷。我先介绍一下，简单介绍，就是说今天天气很好，海边也很好，然后我们拿着你的鱼枪去拿鱼吧。看到海胆啊、鱼啊、龙虾啊，哇，章鱼之类的啊，好开心啊！然后我们要加油啦，以后还可以拿更多，因为我们只有拿一点点，输老人家这样，好好学这样。意思就是这样，那中间会夹杂一些来自国外的朋友的一些祝福。例如，在笑什么？比如说泰国的朋友，他在海边教我的歌。你觉得是海边吗？绝对是海边，应该是树屋上面。他有教我了，他那天很清醒的教我，可是我还是听不懂，他真的是在唱阿美族话还是泰国话？就大概略知一二，为大家带来潜水，哎呀。路上阿拉往好的，路路爱护自己，是快不阿妈。阿里爱嘛阿拉万阿鲁阿布里，要发起阿拉布里拉路爱布拉布里。
不要气，不要气。来自新竹县五峰乡的太太们，哎呦，你发财发财，你发财。再次提他的亲戚，再次的都听到了，你多么，你名字罗马里的你不会拍手这样。咱们都给大家。